好兄弟大家平安。咱做起立，咱做来唱诗歌来学落咱主。主上帝，你有大权能，你创造天地甲万物，咱手接下来。主上帝，你有大权能，你创造天地甲万物。主上帝，你有大权能，你予生命看见歹脚袂行路。你无好听的事，你无好听的事，无全能的上帝，你无好听的事，你无，你绝对无，你无好听的事。主上帝，你有大权能，你创造天地甲万物。主上帝，你有大权能，你予生命看见歹脚会行路。你无好听，你无好听的事，你无好听的事，无全能的上帝，你无好听的事。你无，你绝对无，你无好听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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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全能的上帝，你无好听的事，你无，你绝对无，你无好听的事。你无，你绝对无，你无好听的事。咱要来献上咱的感谢，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我的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咱要开声来学乐感谢吼，感谢上帝来保守看顾，互咱的活命，互咱会通伫遮学乐来敬拜吼。咱开声来感谢，也恳求上帝来赦免咱的亏欠，咱的得罪。亲爱的弟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内底来得到主你的疼痛。伫即个世代，阮看充满罪恶，充满且会歹，转是你有缘保守阮伫咧歹中间分别做色。有当时阮无小心有意无意来得罪你，也求你保护，搁一遍来清气赦免阮，阮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是阮的保障前。让伫遮来得到你的怜悯，甲得到你的恩典，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来祝福讲，我要仰望山，我的帮山对倒落来，我的帮山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脚无拄面。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咱即马欠水，逐工中国拢甲咱恐吓，还佫有啥？本土案例佫起来，所以去清真寺，所以咱看伊遮拢是看会到、看袂到的，拢在威胁咱。也有咱的总统执政的，知影通敬拜上帝，毋是去敬拜遐个妈祖、遐个人手所雕刻的
为着咱的经济甲环保，到底要安怎伫遮来决定有好的政策无？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即个土地百姓来祝福。主啊，阮奉你名伫遮祝福台湾即个土地、即个国家，伫世界，阮看见阮的经济、阮的影响力，拢是阮的安全，需要你的保护。愿主你来受因祝福。阮伫你的国小内面，阮会通安居乐业、平安徛起。愿主也所伫台湾执政掌权的，愿知影通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才会通平安来过日。愿主你来施恩伫遮的百姓，知影通敬拜真可爱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赏赐你的权柄，互逐个国家因掌权。互阮的执政掌权知影权利是对你来，毋是因用因家己的影响力去得到遮个票数。也所拟定政策会当伫遮利益伫即个土地甲百姓。所以，阮若面对看无的遮个细菌，看会到的对岸的遮个攻击甲威胁，阮若面对着阮所欠缺的雨水，求你拍开天窗，降落你的稳定的雨，滋润即个土地，也互阮的百姓知影通敬畏你，才会通平安过日。愿主来赐福去，互阮的执政掌权的，知影掠着你，才会通得到智慧，拟定好的政策，落实伫即个土地，互每一个人会通安居乐业。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若要为着咱的身躯心神来祈祷，用主的话安尼讲：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由，用好米照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咱为着即国民来祈祷，你若心灵的健康问题，伫家庭、婚姻、感情、产业、事业、工作，即国民人甲人的中间，你若有需要的你会通徛起来伫遮同工会通为你伫遮来祈祷，来通坐咧拢会使伫遮咱开声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就通徛起来咱开声来祈祷。做耶稣你来，就是要互阮甲上帝搁好，互人甲人中间有和睦的关系。愿主你来帮助，互阮知影安怎伫遮来互相有好的关系。也阮心灵需要你医治肉体病痛，你欢迎充满，帮助阮的兄弟姊妹伫困境的中间，伫病痛的中间来倚靠主，因为伫你无恶情的事。耶稣你伫十字架顶为着阮受刑罚，阮得到平安；耶稣你伫十字架顶受批判，阮得到医好。主你要互阮得到活命是丰丰富富的活命。今仔劳苦担重担来到你遮，你就要互伊平安。世上的忧伤的，你家己要来安慰。愿主你来帮助，互阮会通靠着主你所加添阮开来凡事拢会。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最后，咱也要为着咱的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安尼讲：愿你对天你所徛起的所在，听因的祈祷恳求，来保护因的义，
可赦免你的百姓得罪你的。我的上帝啊，我求你目睭看，耳孔听，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咱的祈祷，上帝要伫遮来听来应允。恳求伊，互伊伫即中间来行奇妙的事。甲上帝的关系，好亲像迄个网络共款，会通连线，就通不断、源源不断，会通伫遮领受伊丰丰富富的一个知识馈赠。也为着新的大专的时间来祈祷，今日是纪念主日，咱也为着今仔日有做，搁即礼拜有做遮的会吼。礼拜了有无共款的会，搁有拜六，有这个小会，要问道理，咱特别为着5位要来洗礼吼，咱为着因来祈祷来祝福，咱为着总务部教会大大细细，会通较清气，会通较无网，即马冷气一开落会跳，所以这拢爱处理所以检测验伊，那迄个。空气无解就请咱的同工甲即个电风甲拍开互迄个流通。所以伫遮咱看讲总务部逐直拢需要，电梯已经老少定定咧故障，所以这拢是爱安怎伫遐好的处理愿上帝来说，咱作为起立，咱伫遮来祈祷来守望。阿咧，你要主阮奉你名来同心祈求，求你耳孔听阮的恳求，阮遮兄弟姊妹大倒伫遮，三甲来为着遮个事工，为着人来守望，愿主你来施恩祝福，阮伫这中间来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同在，伫礼拜中间甲主来相拄，真理叫阮得到自由，得到头白，会当。伫遮大大开喙，你着大大来充满。愿主你是阮所伫阮中间，阮的礼拜，愿主你甲阮相同在感谢阮对你的敬拜，哈利路亚。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主上帝，你永远你甲阮相同在，透过耶稣基督显明你的疼，也永远圣神甲阮相同在，对礼拜中间敬拜你来感动阮的懊恼。你的宝座设立，也阮伫遮的礼拜，阮对你的话来得到造就，你的真理叫阮得到透白，也阮会通就来到你面前，好担无惊吓来恳求来祈祷。也愿主你来说伫今仔日礼拜中间会通感受你的同在，会通伫遮领受你恩典，倒转去到伫阮逐人所在中间，成做你赐福气，互阮所接触人的管道。阮也要同心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的天父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抓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属代代无尽。阿门。恁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一心要学乐耶和华，我要活的时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正兄弟，主耶稣救主是咱的愿望，咱的喜乐对伊来，咱一生要来学乐咱的主。这时咱来出大声来欢喜唱歌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学乐，拢归我主我上帝。一时间的敬拜甲学乐，我要大声唱歌，搁鼓耶稣生命。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学乐。上帝，你是看地敬拜甲好乐，
咱要带一寡动作，相信这个动作大家拢足熟的。学老主的时阵，咱来正手边来比安尼另外学老主的时阵，咱往倒手边来来比这个动作。哈利路亚！咱的手你空中来欢呼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咱足熟的动作。咱搁一摆，咱出欢喜的声，大声来学老咱的主。一切荣耀，一切荣耀，学老拢归我主我上帝。你是堪地敬拜甲学老，我要大声唱歌，搁救耶稣性命。哈利路亚！来，学老主哦，学老主，哈利路亚，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学老主，学老主，哈利路亚，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一切荣耀，一切荣耀，学老拢归我主我上帝。你是堪地敬拜甲学老，我要大声唱歌，搁主耶稣性命。哈利路亚！学老主，学老主，哈利路亚！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老主，哈利路亚！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学老主，学老主，哈利路亚！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学老主，哈利路亚！学老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咱继续感动无煞，上帝听请我，咱所求所想。我告伊，咱有属天的平安，因为主已经看赢世间的一切。咱搁来继续学落咱的主。咱打出一支你宝座真敬拜，神圣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守护到夜的归来，因带我行信心的山路，顺境学老，逆境学老，你安排阮当定着每月差错，顺境学老，逆境学老，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打出一片你宝座真敬拜，神圣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守护到夜的归来，因带我行信心的山路，顺境学老，逆境学老，你安排阮当听着每月差错，顺境学老，逆境学老，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做听这咱有这个福分，伫遮来敬拜学老主。咱将这首歌，咱唱甲欢喜，咱节奏较紧一寡。咱搁来一摆来组织，咱来学到咱的主。
咱拿出一支利益，保持真兴吧。信心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雅的归纳，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哈利路亚！顺境何乐，逆境何乐，你安排阮当听着，微微差错。顺境何乐，逆境何乐，我欢喜顺通行天路。咱打出一，咱打出一日你保做真兴吧。信心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雅的归纳，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路。顺境何乐，顺境何乐，逆境何乐，你安排阮当听着，微微差错。顺境何乐，逆境何乐，我欢喜顺通行天路。顺境何乐，逆境何乐，你安排阮当听着，微微差错。顺境何乐，逆境何乐，我欢喜顺通行天路，我欢喜顺通行天路，我欢喜顺通行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咱用掌声将阮提荣耀归乎天顶的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听者，上帝旨意。是爱咱常常来欢喜，常常来喜乐，就是必须爱靠主得到信心，对主充满信心，就会咱得不断来学乐感恩，透过甲主同心，主的平安喜乐就会源源不断对咱的生命中活出。哈利路亚！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万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咱所定的旨意，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要爱护信心，希望才会成功。我上三听，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咱所定的旨意，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咱所定的旨意，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要爱有信心，希望才会成功。无人三听，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咱所定的旨
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让咱所定的旨意，通消灭心内的感动，要爱有信心，希望这的成功，无上三定，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让咱所定的旨意，通消灭心内的感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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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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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主你的神来感动阮的心，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你面前，透过主你的话，透过礼拜，帮助阮专心注神伫你的身上。主啊，阮无论是顺境逆境，阮拢知影阮有倚靠迄个家庭互阮开力的，阮才会通面对阮的身躯，阮所面对的环境。才会通伫遮得到你的帮助，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的源台，你是阮的保护的，你伫阮欠缺时帮助阮，你伫阮迷失的时，你引带阮倒转来。愿主你搁一遍透过阮的学乐敬拜，感纳阮的学乐，感纳阮的敬拜，也享受你的话语，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18首，我心阿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心阿乐上帝，主人耶。
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掌管万物的主阿爸爸，阮的上帝，你是奇妙万物的主，你是阿法，你也是欧米伽，你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天下万行万物拢是你的创造，你是信实、公义、怜悯、搁慈爱的主。若毋是你的恩典，阮会当做啥物？阮要学乐你，伫你的宝座前大声学乐你的名，学乐称颂你的伟大甲奇妙。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对阮的疼痛，守护阮日常生活中阮所需要的信心、勇气甲智慧，互阮较赢得即个世界。感谢你也固守阮的家庭、阮的工作，互阮有平安、有健康。也感谢你供应阮教业的日常的饮食清用，阮感谢你对你来一切的恩典甲供应，感谢主，阿罗主，阮的主阿爸爸上帝，阮受你所造，你亲知阮的心思意念，阮审察阮家己，知阮家己是有罪的罪人，阮无办法靠家己的意志做完全人，阮需要主，需要你的灵来帮助教示阮。求你帮助阮，互阮着知，阮爱日日用读经、祈祷，甲主你建立迄个搁水、搁好的关系，通时常保持着细致警醒的心，无常常冒犯伫主上帝你。求主上帝帮助阮，互阮成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你所欢喜的，赦免阮的过错，互阮成做你荣耀的子儿。会当承受对你来一切丰丰富富恩典甲祝福，来帮助人，来祝福人。今仔日是新德大专纪念主日，求主纪念过守伫学校也是伫学生中服侍这个同工，互因所要做一切行通，所要做的事也拢会通伫荣光上帝，利益伫人。主日中，阮有文昌公园的医疗关怀，下晡也阁有财务部的会议。求主帮助甲祝福，也要为着教会总务部来祈祷，愿主赏赐智慧，互部长甲正同工拄起因的劳累甲因的软弱，互因伫管理甲处理教会事务上满有恩典甲能力。今仔日你的正囝儿，照着你对你遐所领受来的进入圣殿守主日，愿将即个时间恭敬交托你。愿阮的敬拜讨你的欢喜，愿阮的祈祷得你的应允，愿阮的聚会合你的心意。当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51篇，就是对耶利米17章内的。启用文第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心离开上主，即款人着受咒诅。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无人徛起的舰队。因话亲像趴远袂大丛的树，福气到的时看袂到。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这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树栽伫水边，阮宣到溪边。炎热到也无惊，叫游园生翠。抗旱的年拢无挂虑，照常结果子。咱即时，咱来请平安四重唱来献诗，因今日所要献的诗歌是《赞父慈爱》，赞父慈爱。无时不在。
喜跳跳颂主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最亲，创世之先有预知，拣选我们在基督里得成圣洁无瑕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无尽，使我得着儿子灵，常在父前自由欢喜，呼叫阿爸敬最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无穷，满我心愿足我灵，永在生命爱和永留，永进爱的大愿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是旧约圣经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旧约圣经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第二圣经第630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37节大笔的诗，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也毋通怨妒行不义的人，因为因亲像草快快刮，搁亲像青翠的菜流去。着我靠耶和华来行好，踮伫即个土地用诚实做美牛。着掠耶和华做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予你。着将你的代志交托耶和华，搁我靠伊，伊要互伊成。伊要互你的字发出亲像光，你的破断亲像中昼的光。着静静伫耶和华的面前，宽心听候伊，毋通因为迄号事事行通的，甲迄号歹计谋得着正的来不平。着煞受气，离开大受气，毋通不平，行了会做歹。因为行歹的人要受到遭灭，独独听候耶和华的人，因要承接土地。第10节，因为搁立啊久，歹人要无去，你若详细查伊的所在，伊也要无去。独独谦卑的人要承接土地，因为平安丰盛，大田欢喜。歹人设计谋要陷害义人，搁伊甲喙起棍。主要笑伊，因为看见伊的日子要到。歹人背倒开弓，要打倒困苦丧乡的人，要杀死行做正直的人。因的刀要刺入家己的心，因的弓要受压制。义人所有的少少，赢过侪侪歹人的不有，因为歹人的手要受压制，独独耶和华扶持义的人。这是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喜乐源头，互阮掠上帝你来做阮欢喜的一个泉源。所以，阮透过你的话来看见上帝，你要帮助阮平静阮的心、阮的情绪，会通得到自由透放，会通得到建立一个真要紧的困难。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
咱免啊伫咱面对做遮个劳苦重担，啊，佫有真侪遮个病痛吼，啊佫有话真侪是咱看袂过，所以你会有啥物款的，互你生气？咱想看觅有啥物款啊？伫生活中间有啥物款的代志，大大细细，互你生气哦？有无？毋免即马讲，你家己想看觅，连面咱会讲，为虾物遮较无好，会影响咱的心灵哦？我知影梁兄大概伊定定带人去即个所在吼，即个啥物所在知无？藻礁啦，叫做海草搭啦吼，海草搭吼，为着即个海草搭，最近我毋知咱有注意遮个新闻无？哦，有甲总统府去嘛？对个总统出面，为虾物？咱听一个名词叫三接三接，毋知啥物意思，恁知无？三接甲藻礁。三接就是咧讲中油伊最近咧用第三接收即个天然气雅士啦吼，即个伫遐来接迄个管种来输送即个天然的即个雅士。到底是要保存即个海草搭藻礁，还是经济较要紧？所以两派无共款吼。大概伫8月28日就会确定有即个公投啦吼。咱知影讲，伫即个海草搭即个藻礁，大概是北对即个德维亚港，然后南到伫即个永安渔港，就是迄个新屋迄个所在吼。大概有差不多27公里啦吼，大概27公里。所以遮咱看见有，比如讲大潭吼，即个大潭即个海草搭即个藻礁的所在吼，其实伊伫遮有真丰富的即个生态的资源大自然伫遮生成差不多7600年左右遮个海草的搭海草搭，也有一寡珍贵的生态。佫有迄个柴山多杯孔珊瑚这可能梁兄较了解啦吼。不过意思就是讲，到底要生态，还是着资源着欠因为无法度用即个煤炭迄个炭伫遐来发电嘛炭发电就造成即个污染，所以爱用替代一寡遮个能源伫遮。所以最近咱的台湾就是为着遮吵吵闹闹开遐济毋知几十亿类叫伊着爱徙去台北港啦要维护遮个生态。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无共的团体因着发声，有无共款的情绪伫迄个中间的表达。所以到底是要保存啥物所以到尾，咱看讲有确定，即个伫3月7日已经连续达到迄个目标，要进入到伫8月28的即个公投。即款的议题嘛是我知影有一寡教会因伫遐来支持，然后也有即个新世代即个青年人因嘛徛出来伫遐支持。到底爱经济爱发展，也是保存即个27公里？即个生态，也是有啥物款真好替代的即个方案无？即拢考验着咱的总统，也是遮个经济部，也是遮个主管的单位有好的政策无我想这当然大家担心，就是去破坏、去污染即个生态。过去咱知影讲伫咱所民生遮个油，咱毋知佫会记袂？咱捌食过迄个酥水油，还是地沟油，还是黑心油无？有一段时间，可能真侪人因为即个事件，所以我来拒绝买对一个厂商的产品，爱记袂？还是你即马拢开始有咧买开始有咧食？迄个点心还是味全的？我毋知恁佫会记袂？
也是无张持，咱就去买。当时可能你徛出来伫遐咧生气咧抗争，啊，遮后来有司法的审判，所以甲掠起来。咱看电脑，若有遮研究讲，迄个灰尘、迄个垃圾，若伫遐营业的时阵，会影响伊电脑的运作的速度。然后呢，咱想讲，咱的心灵，外口有一寡遮营业，总是咱的心灵，然后遮营业、遮垃圾，是毋是会影响毒害？亲像迄个海草礁，伊因为有要起遮的建设，所以会破坏，会受影响。那安尼，咱的心灵内底检测有当时因为咱的情绪所引起的，顶礼拜咱讲起有啥物款的情绪，还可会记咧？也是拢幸福无事。该稳甲阿伯，该稳的心内有啥物款的情绪，递到伊怨妒吼，嫉妒也是讲怨妒，对无？顶礼拜咱伫讲即个情绪。最近牧师团队伫讲道中间会伫讲到伫咱内在情绪，今仔日嘛要甲咱分享一个情绪，因为伊对咱的影响，咱的身躯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啊，咱忽略的时阵，咱就袂记哩，也是讲无注意，所以咱要倒转来到伫要怎认捌毒害咱心灵的遮个毒素。无张持，其实咱拢伫表现出来。无张持已经伫遐咧影响你我的心灵。所以伫遮有啥物款的毒素，咱拢足够伫遐讲好排毒餐，咱拢食啥物对无？有啥物会通伫遐来排毒的？总是对心灵来讲，遮个毒素要安怎伫遐来排毒？然后透过今仔日的圣经，到底对你我有啥物款的提醒？最近知影讲看兄弟姊妹伫迄个心血管的问题吼，有做指甲的，有做绕道的，嘛有人讲心脏较颠大吼，到底遮甲咱的生气有啥物款的关联无？所以伫遮咱看用对今仔日的圣经内底有咧讲两个情绪，一个是顶礼拜咱有讲到的怨妒。第二是迄个愤怒，也是讲大生气。愤怒即个生气吼，愤怒。美国的作家吼马克吐温，伊咧表达讲吼，即个生气吼，愤怒是好亲像一种酸啊。伊对第伊的即个勇气，即个气敏吼，伊是有真大一个伤害。比如讲，甲你喷着，甲你吼。对迄个第一个物件吼，迄个容器吼，是非常的影响大。好亲像你甲迄个酸，咱去买物件有迄个塑胶的、塑胶杯仔、塑胶桶啊，你会看伊的下底佮有一个三角形的对无？三角形的就看几号几号，几号是一遍使用，还是伊会通重复来使用？迄个底的气敏是毋是当伫遐安全性，还是伊会释放出迄个毒素出来阿袂？马克吐温伊讲吼，咱的生气吼是一种酸啊，伫遮咧创咱的身躯伫遮咧腐蚀吼，伫创咱的血管，也是讲伫影响咱的身躯。我毋知咱知影有啥物款的时阵是互你有大的生气。我讲一个，当你咧开车的时阵，突然有人对边仔甲你切一摆，然后你捌倒安叭叭叭的举手一个来，有无？举较悬的啦，我都拢举较悬啊，你吼。第一场的人较济，你知吼。第二场可能小可考虑者，看有人举手无吼。搁有就是讲，当甲你切、甲你掠车的时阵，你不但叭叭叭，你喙搁爱伊赢的，也是讲啥物样子吼？有无？这免举，迄个离这成长老要举手吼。搁有就是讲，可能别人对你的态度真歹时，会互你生气咯。
可能当你做真努力，然后迄个功劳应该是属于你，但是你的主管抢你的功劳，有人是安尼，所以伊就足生气的。安尼咱讲厝内底啦，有迄个讲你的翁婿也是你的太太吼，即个两性平权嘛，莫讲一个吼，转来尾仔烫咧，着乌白甲等，你着足生气啊，有无？袂歹哦，还是拢毋敢讲，拢毋敢讲安尼吼。有当时啊无注意，单位会骂呢，对吼。也是讲你咧饲野狗的时阵，你咧接起稿的时阵吼，我的个性是拢对中啦。无顺了就会念。加在即摆厂商足巧的，因为迄讲拢是软的，所以你对中甲定落，伊会搁恢复迄个原状。所以减少即个安怎彼此的冲突啦吼，减少即个生气啊吼。嘛有捌因为安尼，可能伊会因为即个小可代志伫遮，本来是小小的火，总是亲像迄个地基的火，伫遐来引迄个所以咱看讲火在倒啊吼。你是规百火无地头的时阵，拄好一个人较衰，你怎啊甲对伊伫遮来发？有无？有啊。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啊，伫即个生活中间，虽然是小小的事，但是因为一个点来引发你伫遐大的生气。其实圣经内底有咧讲，即个生气、即个大愤怒，好亲像火上管哦。咱做伙来读来。我因为去杀你的律法的歹人，就大受气，亲像火倒。你有看到那种鼻孔咧呛烟、头壳咧呛烟啊无？气喘喘有无？有啊，足济有当时啊，可能你我着陷入伫迄个所在，你讲袂听，所以安怎？所以你就真生气，你做公义安尼，伫遐咧生气，亲像这对这环保袂使这污染。所以咱有看用无共款的影响。圣经有大概15个所在是咧讲起这生气甲火的一个关联。所以伫遮互咱看讲，这生气若一发作，就会影响你我的身躯。其实人的心中因为你的生气，有个医生讲，会滴到你的心脏会颠大啦。咱来想讲即个火即个火也有好的作用甲歹的作用。来，咱先来讲好有啥物款的作用？火会当创啥？煮物件。我当时真爱看迄个野外求生野外咧求生因着爱想办法，因爱想办法去起火啊。无物件互因无拍火石啊，所以因着爱去伫遐写，若像过去咱看迄个钻木取火安尼话起的时阵，起的时阵着安怎有物件去掠野生的物件时，才会通伫遐来煮。话生这时阵，就看讲，哇！伊伫迄个野外21天还是14天的时阵，常常就有遐病症出来安尼佫有啥物？消毒。佫有啥物？较早无电火的时阵，点啥？点这油灯啊！我细汉的时阵捌点迄个臭油灯煤油灯。佫有啥物？烧死人，迄是歹的咱先讲好啊，好无？佫有无？你洗身躯的时阵，你爱兄水无？哎呀，佫有无？温暖照光，对无？暗时无看火时，我细汉时咧行山路，无看火时，看到迄个电火有迄个火迄个光的时，就感觉有一个安慰，有一个平安。咱来讲歹的歹足济迄个火若一旦失去控制的时阵，就会安怎？火灾，将你所有的这财产拢甲伊烧了了。当年加州着啥？遐个豪宅，看偌济烧了了有无？咱食老的时阵，足需要安怎？你加速火有关无？咱有迄个经验讲烧甲怎臭火打去啊无？有啦，大家拢咧点头啦所以你要看，若好好控制，即马就即个生理人就足有即个头脑，
迄个控制，你15分钟你若无，就会自动甲你关起安尼。哦，有的人我知影有的人的厝有装啦吼，是惊讲你袂记哩，啊失去迄个控制的时阵，就会引起啥物即个火灾。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其实这个造成咱伫咱的身躯，毋是干那讲外在哦，即个生气好亲像火伫遐来影响你我的心。所以，这个生气就会互咱的交感的心迄个感官吼，这交感神经啊，伫遐强势控制，然后递到咱脑部吼，迄个大就是种改变，啊，血流较慢较少，所以就影响咱的脑部的运作愈来愈弱，然后就会影响你我的思考的能力，到尾啊气喘喘。咱来看讲生气对咱的身躯有偌济影响，啊，转去咱来思考讲，我过去我的生气是有偌济。其实伫美国杜克大学伊行为医疗中心的研究的中间，这个博士伫2003年，伊有发表一个研究讲，长期你若伫迄个真生气、愤怒的中间的时，会互一个人的心血管伫短期快速来累积迄个歹的胆固醇。哦，那安尼我咧看即个报道，即个研究的时阵，我就讲，哦，原来安尼，咱的毋是干那伫迄个食的问题，伫遐来影响咱的LDL， 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原来还佫有即个因素，伊会伫短期的中间来累积你我伫迄个歹的吼，咱所谓歹的即个恶性的歹的即个胆固醇，递到互咱的心血管的即个风险会愈来愈济吼。即个会比心平气和吼，你平时较袂生气的即个人吼，咱若定生气，讲比即个人会递到你的心血管吼有问题，悬5倍。所以伫遮咱看心血管会比别人悬5倍，中风佫有咧心脏的猝死的随时安尼无性命迄个几率就会愈来愈提悬。过来，咱看讲迄个定定咧生气，亲像拄仔咱看的圣经吼，有3位吼，即第1节到17节有3位咧讲心怀不平啦，心内不平哦，迄就是咧讲愤怒吼。作者代笔连续讲3遍吼，啊，即个其实这是影响咱得到癌症、关节炎、糖尿病逐样的过敏、下骨性的哦，即个可能性会比一般人会较悬。为什么当你生气的时阵哦，伊会去引发咱身躯内底迄个血内底有一种叫做 IL-6 interleukin。这哦，这叫做细胞激素，也是讲这个白细胞间介素啦，这是医学名词咯。总是照伊咧研究的中间，这个细胞就是本来讲，你若外来的细菌要来侵入的时阵，伊会伫迄个中间来去甲对抗，要来甲消灭。总是如果你若生气的时阵，并毋是迄个细菌入来。伊会通知脑，啊，互伊有一个想象讲啊，有迄个攻击来啊，啊，但是毋是遮细菌要来甲你攻击，要来甲你影响啊。所以，即个 IL-6即个细胞就会转倒转来去攻击啥物？去攻击你即个生气的人的身躯，你的心血管。所以若安尼，咱看伊。无迄个外来伤害，只是对内底伫遐来产生的，所以伫遮就会去影响迄个 IL-6伫遐来攻击咱的身躯，递到咱的心脏、心血管，也是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我伫看遮报道，甲看圣经，原来上帝话伫提醒咱讲，你毋通安尼生气，毋通心怀不平。毋通互迄个火失去控制，然后变做啥激气，然后咧日落的时阵就掉伫你的心上。咱做来读来，恁生气就毋通犯罪，
有激生气，毋通到日落，也毋通互魔鬼有芳通入。所以伫遮咱看讲，即个生气本身其实有一个叫伫圣经讲的义怒，讲好的义的生气啊，义正性的生气，其实大部分是用伫上帝的身上啦。有人讲，我是为着公义，我来咧生气啊。但是到尾啊，其实家己陷落伫迄款的落网的内底。莫生气，通常是咱的情绪失去控制，袂教我的意，袂顶我的意的时阵，无伫你家己的掌握的中间，你失去迄个控制的时阵，你无法度迄个掌握的时阵，你就开始生气。所以伫遮有做生气是可能对某种的代志，也是细细的代志。伫遐因发讲，这上帝你应该爱处理啊。但是你知影讲，上帝若无伫迄个时阵处理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上帝你哪会遐无公平啦？所以心怀不平的人，开始对上帝就会伫遐来产生啥埋怨。上帝啊，遮个人最恶最毒，骑马落库，啊你拢无要处理。即歹人，因伫遐做，啊，搁获利，搁伫遐得到利益，啊，你哪会拢见点？所以有真侪只民间讲，天公伯啊，你是无啥，无目睭哟。就有遮个一寡埋怨，所以地教心内有遮个怨妒的人，对歹人所得到的利益，伊就会产生开始，啊若安尼，我著甲伊共款就好啊。做好要安怎？要创啥？所以伫遮开始拄爱圣经，就咱讲，有当时啊，就会陷入伫迄个中间去羡慕，然后咧正做即款的人，讲遮个歹人伫遐来看起。所以伫遮咱有看大笔，伊就是咧提醒讲，咱着爱趁讲咱的心内即款无坚固，啊无。照着讲最后做决定的时阵，你着爱紧紧伫遐来帮助你除去遮个想法。若无着安怎？火烧山着伫遮无法度受摄。所以这是咱看今仔日的情绪内底一个生气，你我拢会啦吼。所以甲你的边仔讲吼，莫定定生气啦。莫生气、激气甲热闹啦，甲边仔讲一下。有啥物好诶药方啊？是秘方无？会当放产咱啊无？毋通互你诶生气伫遐吼，袂收山者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圣经咧提醒咱吼，你若激气到热闹，可能你诶生气就互你失去土地。失去上帝交托互你的一个恩赐，怨妒，然后咧，你怨愤，所以上帝互你的恩赐，互你的产业，可能因为安尼一个伫遐来失去。所以咱要哪伫即个中间，检测有当时啊，咱是一个翕伫内底，讲闷骚型的啦。咱中间有迄个，你生气无表现出来，总是你是郁伫心内啊无。有啦，话是讲你若讲了，随啪一下，随爆发，有无？有。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要安怎有建设性的表达你的生气，其实适当的表达。所以拄仔圣经讲，生气却不可犯罪，生气毋通犯罪，毋通激气到热闹，有迄个时间性。5分钟的生气。会致到互咱的免疫的系统、免疫力受损5点钟。这是医学的一个研究啦，我伫遐去查遮个研究的时阵，所以伫遮咱看伊讲，若安尼，若激甲热闹到过工，若安尼你也看咱的免疫的系统受到偌济损害。莫怪圣经咧提醒咱讲，毋通伫遐生气。甘生气甲热闹，所以咱对圣经内底伫遐讲，即个毋通互魔鬼留即个地步，好有
即个土地，也是讲即个原文伫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是啥？即个地部吼是讲机会，也是地点，就是迄个领土、迄个土地。因为你生气，你怨愤，你苦毒，所以一地一地伫遐来交互即个魔鬼。你拍开你的门，互魔鬼因为你即项的生气，然后进入到伫你的房间，若像带一间房间，你着互伊慢慢佫因为一层一层，你的规间厝着安怎受影响，好亲像的火拢烧了了相款。所以咱看讲，即对兄弟啊，因为一个限制，上帝看上目也看无上目，大兄献的，上帝看无上目；阿伯献的、小弟献的，上帝就甲接纳。所以因为安尼，伊开始生气啦，生气了就影响去怨妒，然后杀死伊的小弟。上帝安怎对伊讲？咱做来读来。耶和华对该阮讲：你啥事受气？你啥事变面？你若行好，减无得到接纳；若无行好，罪孽埋伏伫门口啦。伊要乱无你，你要管辖伊，你有法度去甲控制啊无？所以迄个生气，上帝伫遐会讲。你啥事变面啦？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是讲，你若无犯罪，你会通举起你的头，你咧行路的时，你会通安怎？行路风啊！问题毋是迄个祭物，问题是伊本身伊的行为。所以上帝要伫遐甲伊讲，你啥事愤怒啦？你啥事生气啦？你啥事变面？你若行好，你敢袂得到感染嘛？所以无行好时，就产生对迄个罪来影响咱，好亲像顾伫你门口伫遐等待机会，要伫遮来甲你高高甜。所以拄仔我讲即伫哈佛大学伊的公共卫生研究所有一项的研究。一个人若针对一项的事实，毋是针对啦，针对一个事实，你无用敌意伫遐来攻击伊，你无用言语、用行为伫遐甲攻击的时阵吼，在表达你的生气、表达你的激气的时阵，你的生气的时间减少伫半点钟30分。搁听一遍哦，你的生气若无超过半点钟，伊咧讲其实这对身躯是啥？是好的啊。所以兄弟姊妹，若安尼你会计时，你要生气啊，我计时30分。30分你若咧凉的时，你就好，安尼我就无爱生气啊，有无？敢有法度？无啥可能嘛。有的人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无啥可能啊。你咧凉就互你凉的，对无？当你一气到底的时阵，你就去去了去啊，敢毋是？你无法度伫遐控制，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哈佛大学研究讲你爱生气30分以内，迄有一个好像舒缓、抛棒，无你等于试看卖啊。若有超过你再讲，安尼好无？所以伫遮咱看讲，另外有一个伊的研究的中间吼，若无好好控制，即嘛有真侪遮妇人人的病，比如说灵癌。灵癌，伊伫研究的中间就讲，妇女的灵癌对甲基因，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有可能甲你的情绪，你一直甲忧郁调的、低调的，然后有迄款的生气的表达出来时阵，这就是另外伊造成伊即个病变的一个其中的原因。所以咱不得不伫遐来了解，伫遐来清楚讲，我的情绪是毋是亲像讲影响我的心血管，我的心脏颠大呢？我的心血管有啥物款的问题呢？一般咱拢伫迄个假设，总是忽略掉即个情绪所引起的。那安尼，咱就爱真细致，要怎伫遮帮助咱，要怎来拍发咱心中迄款的大的生气。
有啥物款的气力会通互你控制？当下的时阵，你会通控制你的脾气，无爆发出来。咱做下读来，所听的兄弟啊，你知即个若是逐人论到着紧，讲话着慢，受气也着慢，因为人的受气无成上帝的义啦。过来，三钱的起头亲像水破壳，所以伫到闹的大声着互冤家煞。你要引起迄个大的即个纷争的时阵，你着爱安怎？赶紧互迄小可破的时阵，你着爱甲补起来，你着毋通互伊迄个冤家吼伫遐来引起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见圣经伫咱提醒讲，要安怎伫遮来处理。头一个，先听完好毋好？有当时咱听一句两句，啊你毋知啦，是毋是？会安尼啊？听煞。第二个，三思而后讲啦。有人讲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讲。所以讲了时阵，毋通直接伫遐来生气。这基本对圣经内底在提醒咱，要安怎帮助咱去真做会当控制，互咱伫迄个生气中间，毋通互伊造成一个大火。过来一个真要紧的，咱做伙来读来，着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我可伊要互伊成。伫中文的圣经讲交托，啊，到底这是啥物意思？交代还是交托？来，其实伫圣经内底有迄个群党，就是伫遐啊，一直转说，一直转说。伫另外阿摩斯伫遐讲，咱做伙读来，独独着互公义亲像大水直直流，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啦吼。意思就讲即个交代，也是讲中文的交托，你要安怎交互耶和华上帝？好亲像迄个伫群党伫转说，将你所有的遮个问题、遮个重担来，耶稣我交互你，你无法度处理。有真侪遮情绪的中间，你无法度去解决。当伫做即个祈祷内在的即个帮助的时阵，有当时啊，咱有遮个一寡遮个图画，遮个无好的，遮影响咱的时阵，咱伫迄个祈祷的中间，阮会提醒讲，你想到时阵，主耶稣，主耶稣，我交给你，我交代你，我交托你。迄个就种将迄个可能会引起你的生命中间受损害的遮个因素，耶稣，我交互你。圣经伫遮讲，如果你若会通安尼交托，你若会通安尼信靠，就上帝互你的回应是安怎？遮个结局就是你的问题会得到解决。上帝会用伊的公平正义伫遐来帮助你，互你有智慧去处理即几项的代志。最后一个就是咱做下读来，着了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意思就是讲，你是用啥物款正做你的价值观？顶回牧师常常咧帮助咱，耶稣，我邀请你做灵。思想、感情、意志甲身躯的主，所以伫遮有啥物款的心思是耶和华上帝欢喜的啊无？即件代志是上帝欢喜啊无？若无欢喜，我莫做。所以掠上帝最欢喜，就是你将万项事、上帝大细项事，你来成做我的参考。然后我做即项事时，你是毋是欢喜？若无欢喜，我莫做，这会致到讲阻挡咱失去迄款的控制，迄款的生气的时阵啊，生气毋通犯罪，毋通甲热到哇，搁差不多5分钟就超过12点啊！啊，上帝啊，求你来帮助我，互我的生气莫过过工啊！因为迄个毒的根就掉的啊！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
亲像圣经内底所讲的讲，如果你若安尼做，你若交代，你若会通伫遮掠上帝最欢喜的时阵，最后就咧回应你讲，上帝安怎嘛要互你欢喜，然后求你你所求的要伫遮来应允，互你凡事得到较顺利，佮会通得心应手。这是圣经今仔日透过安尼，有啥物款的影响咱的情绪，然后诗人代笔伊伫遮咧提醒咱，毋通现现就伫遐生气，毋免现现伫遐心内不平，然后你就将遮个事交代上帝，拢总的事交代上帝，囡仔毋听话交代上帝，因为你无法度伫遐来改变的时阵，耶稣你来改变伊较紧来。最后，咱要伫遮来回应，就是讲，你要安怎甲家己交托啦？好亲像迄大水咧流，主啊，我拢交代伫你的手中。然后我要掠上帝，你来做我的欢喜。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迄个洪一峰吼，伊的这个诗歌吼，就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万事感谢。咱唱较紧淡薄吼。再唱一下，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万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让咱所定的旨，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要爱有信心，希望才会成功。互相相听，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咱所定的旨，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头来，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让咱所定的旨，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爱有信心，希望才会成功。互相相听，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让咱所定的旨，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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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咱做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当阮想起的时阵，帮助阮，会通常常学乐，放这诗歌来平定阮心内的遮个血气。当阮想要大生气的时，互阮想到主上帝你的话，毋通激气到即落，毋通互魔鬼有迄个空芳，有迄个地步。你的话要真做帮助阮控制阮的受气，引发迄个地狱的火来烧掉阮对上帝你所领受的这个产业，包括阮的身躯、阮的心神。阮需要你，你的话真做阮
骹前的顶路像个光，照光阮心内这个黑暗的所在。互阮着常常掠上帝你做喜乐，做欢喜。互阮才会通直接来帮助阮面对阮所拄着的这个毒害甲困境。感谢主，将你的话存记伫阮的心内，阮不时伫遮咧流，不时伫遮咧想，也变成做阮一个快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互阮搁一摆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赏赐互阮喜乐平安的生命，一直甲互阮会当活出你所互阮的祝福。即时，阮来献上阮的金钱、财能甲时间，做你所圣工的路用，求你欢喜感觉。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弟兄，咱要先来介绍久无来，也是这个头一遍来的兄弟陈基တင်姊妹随阮这小妹，来徛开，甲伊欢迎一下，好无？伫遐好，请坐请坐。来咱特别搁一遍来欢迎建辉兄李奇李明伫遮荣吼，咱甲拍拍甲因欢迎。请坐，因若感谢着种伫昨有侪侪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伫义诊节伊的这个别所有的这个礼拜的服侍也是参与吼。因伫遮来甲咱说多谢咱继续伫祈祷的中间，为着这个家庭来做祈祷。迄个失去至亲的哀伤，需要一段时间，求上帝来安慰、来帮助。好，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咱中间做伙来敬拜兄弟啊无？若无，咱做伙来看周报的消息。今日大专曙光的纪念主日请兄弟关心大道甲奉献。小会伫5月初拜六暗时6点，要伫501会议室来召开请小会员来出席伫
5月初2有即第3次的圣礼典，有报名洗礼的请咱伫5月初暗时8点，要伫5孔义教室伫遮来问道理。疫情的关系，请咱若有摕周报咱会通早转去，莫留伫即个所在你若讲我无爱看即个纸本的安尼省费去你会通扫迄 QR code，会通下载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即个 APP 内底有会通看到讲道，会通看到即个周报，也是在家会主咱会通好好伫遮来利用。咱5月29、6月初5，阁有要开即个小组长的训练请咱若有上过小人家长，有经过小组的推荐的，会当伫遮来报名上即个课程。咱拄仔已经有即东港去到伫文昌宫图书馆伫遐来做医疗的咨询2021年的即个第1期生日助学金受奖的名单已经公布伫1楼的公布栏，要伫5月初9伫遐来颁发请受奖的人伫遐来出席领奖。青年牧区游园即太古的即招生剩3名尔剩3个名额咱来看者来。好，咱剩3个名额啦咱最后迄个全人性命教育协会会员费上年的会费若还袂缴的缴费到伫4月30，请咱兄弟若还袂缴的会员紧缴嘛会通伫遮鼓励你若会通加入即个是也做教会对社区的一个管道请咱来注意，咱来读金句。最后来读2遍来。着掠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诗篇37篇第4节过来。着掠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诗篇37篇第4节。咱做伙来吟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要请游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愿用减卑时正，暂我答应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做因错是未老，这是我人生别前望。同心来祈祷，领上帝的祝福。愿救主耶稣基督赢过黑暗的关系，享受咱快乐，会当随时来控制家己的情绪。特别上帝，伫阮受伤受害时，伫阮心内不平的时，你用你的疼来包围安慰扶持。遥祝圣神
常常来提醒你的话，毋通激气到日落，毋通犯罪，毋通互魔鬼有空旁地步。帮助阮随时会通伫遮来孝念上帝的话，你的话诚做阮的帮助甲开力，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咱今仔礼拜就到遮，愿上帝所咱一礼拜充满上帝恩典，咱彼此伫遮来请安祝福。